哦，这汤里面有四季春的味道，然后又有干贝和虾子的鲜味。最近大家都爱吃健康餐，因为低热量没负担。但你知道现在连火锅都可以做到低热量了吗？假宝贝瑞亚查了一家一锅热量只有400多卡的火锅。这家班汤弄组，他们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把台湾茶叶加入汤头，主打不用蘸酱就能吃出食材的原味。我看到他们推出一份热量只有400多卡的套餐，马上带大家尝鲜。我选的是四季春口味，真的用茶包下去煮，鲜甜多汁小干贝，加上弹牙白虾和大量蔬菜、豆腐，附加一份冬粉，让你吃得饱又营养。汤头一喝很惊艳，非常清爽，带有一点四季茶香，跟海鲜的甜搭配在一起，我真的把它喝光光。这套餐是给营养师设计的，低热量还能补充满满蛋白质。想要更饱足的话，冬粉可以加购换成椒心麻酱面，麻酱加上花椒微微的麻感，每一口都香麻够味。今天想吃锅又不想有负担，这家班汤弄煮一定会颠覆你对火锅的印象哦。